名古不化经典什么都好，经典有很多好的，但是它也有了不合时宜或者是过时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一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引导，怎么去讲解的问题啊。比如说，就这个《三字经》，《三字经》它在谈这个学习它的目标和意义的时候，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结尾倒数它有几句话：上至君，下则民，是吧？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呢，他的这一种引导，我们怎么去加以时代的这一种阐述？上至君，我们现在没有君，对不对？你不能够死板的讲，上至君要忠于什么胡锦涛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就要去引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这个君要做适当的引申，君在古代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国家。同样的，在现代的时候，那我们上至君的意思，也就是要干嘛？报效国家，对不对？报效国家，而不是那种愚忠。下至民，有个上有个下，其实这本来就应该我们去本来我们这上下出现以后，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注意怎么去把握的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个什么下不下的问题，我们自己也都是老百姓，对不对？所以怎么教他们怎么样去平等的看待，形成这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这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显父母，扬名声这都是一些小我局限在个人的这个范围圈子之内，怎么样他们跳出这个圈子可以一些经典的故事对不对？一些小朋友之间的一些什么小游戏然后一些小交流然后让他们相互之间去看一看别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我和别人想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通过这些各个方面的引导，然后呢，把一些过时的或者是一些艺术的瑕疵，把它做出新的阐述和理解那么呢，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就是说，单纯的去为了背诵背诵，为了记忆记忆，为了教经典教经典，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种经典教育的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后一代，在这个道德、行为各个方面能够比我们做得更好。谢谢大家。